各位網友，你哋好，歡迎你又嚟到 Anson 張 MMXIX 嘅 YouTube Channel 啦。好啦，又到咗當季日劇集集追睇完吹吹水。2025年9月夏天必定我會追嘅日劇佔領電視台，不經不覺咧去到第9集啦。咁啊諗住咧佢應該仲有幾集先至會完啊，點不知咧睇一睇咧內容嘅話咧，好似咧下一集就係完結篇，得10集嘅啫。咁啊之前有好多嗰啲疑問咧，似乎咧一概咧都未開始講。咁啊另外咧，我好驚咧第10集咧佢本身嚟講咧就開始為咗淨係要完成咗解釋之後咧，全部都用口頭交代咁啊大鑊啦！咁啊另外咧喺第9集裏邊咧，其實咧佢又想玩花樣喎，咁啊將一啲疑問咧就搞到好混亂。咁所以咧一陣間咧，我嘗試講嘅時間咧，希望咧網友咧有睇。如果冇睇嘅話咧，基本上就好難理解噶啦。咁啊有追都話佢知，譬如我咁樣樣，完全咧唔係好知道做乜。按道理第9集嘅尾咧，就有人已經揭發咗嗰個叫做嗰個叫咩啊？嗰個叫做木偶啊，係嘛？快女啊，係啊，快女師。我講緊木偶添，快女士咁啊！但係咧喺網上面啲人咧就話未必係佢喎，咁啊當中裏邊又或者未必只得佢喎，咁樣咁複雜喎，咁啊因為咧較早前咧有啲人咧都喺度估緊咧，我哋講緊個助夫同都唔止一個人啦，因為佢哋講過咧上網上邊有啲所謂嘅叫做官方嘅網頁咧出現嘅助夫同嗰個影出嚟嘅相有啲唔同，懷疑有唔同嘅人去飾演。咁啊，暫時都冇揭露啦。咁啊，去到第9集唔應該再有啲咩變化，因為最後尾而家應該係揾個快女者。咁啊，另外上一集亦都講過咧，就係有一個地方需要解鎖噶。咁啊，我哋淨係望到咧，就係要用手掌嚇。咁所以當其時咧，好多人咧就諗緊咧，應該係邊一個啦咁樣樣。咁啊。再有啲咧，再心思慎密啲咧，見到解鎖系統咧好特別㗎喎，一陣間再講啊嚇。咁啊，呢啲咁嘅細緻位咧，我當其時真係完全睇唔到。咁所以如果網友你知道你又留意得到咧，都可以咧歡迎你哋喺下邊留言話俾我聽嚇，你知道大概啲乜嘢嘢。咁啊，第9集咧個劇情咧就都順暢啦，咁啊但係冇乜特別嘅嘢。最反轉咧就係我呢張圖嘅右上角嗱，咁啊一陣間再講一講呢張圖搞乜鬼。咁啊另外咧，你見得到啦，佢哋都冇用一種懲罰嘅性質嚟到去做某些嘢啦。你見得到咧喺我左手邊嗰張圖裏邊咧，係會最後尾嗰3個人質一次過咧就擺咗出嚟。咁啊，似乎最無辜啊，嗱，暫時咋嚇，我肯定有古怪噶，就係主持人四眼哥啊，一陣間會講俾你聽個名，因為我要睇住個人物表，我先講到俾你聽啊嘛，係咪？咁啊，一齊咧。由佢咧嚟到做主持咧，似乎似公審佢哋3個，要佢哋供出邊個係快女人咁樣樣。咁啊呢一個咧好好奇嘅情況噶嚇。咁啊跟住然之後咧，我哋上一次咧都睇到即係我冇講俾大家聽，咁啊講翻俾你聽啦。但喺第8集嘅最後尾嘅預告咧，係聽到槍聲㗎。咁啊，成件事裏邊點樣發生嘅咧？點樣咁奇怪嘅咧？而當中裏邊咧，你會見得到青鬼啦，菊池風磨咧，好奇怪嘅喎。即係我上個禮拜先啱啱講完，佢會唔會菊池風磨其實係同阿櫻井翔夾埋嘅咧？咁啊，今集睇完之後咧，我又覺得佢又同某人夾埋嘅喎。當然網上面亦都仍然都係堅持話菊池風磨同阿櫻井翔夾埋啦。呢就算係呢一幕。都係夾埋嘅喎，就好似上一次咧喺個冷凍倉裏邊扮死咁樣嘅情況。嗱，成件事咧係好跳脫。咁啊，點解會引到人咁樣諗咧？因為官方網站喺大結局嗰啲敘述度咧，令到人哋咧都想嘗試咁樣跳脫咁樣諗。咁到底咩事咧？先去佢個官方網站望一望。咁啊，除咗咧，大家咧見到咧第一頁嘅時間咧都係櫻井翔啦嚇，咁啊到佢嘅時間咧，你會發現得到啦嚇，其他嘅妖唔係 sorry 係咪係啦？啲妖咧都出晒嚟啦，咁啊冇認真地數個數喎，似乎咧個數唔係超出咗嗰個數目喎，咁當然最後尾嗰集冇理由一氣咁樣走晒出嚟係嘛？咁奇怪，咁啊其實咧喺當中裏邊咧，佢哋有講過。
唔同嘅所謂嘅叫人物咧，都係做緊妖嘅行為。咁如果你計埋嗰啲妖咧，數數下就可能夠嘅。但係因為我未有詳細分析過咁同埋咧你會發現得到啦因為咧官方網站所俾嘅資源咧比較少一啲，咁所以有啲截圖咧我係冇做到㗎。咁當然啦，我都會應承過大家啦。如果想個製作嘅內容提高翻咧，我都希望大家多啲支持我先㗎。咁我原先咧可能都會諗住要突破1000人先做㗎。咁唔知道其實會唔會我應該慢慢要改變呢？咁所以咧，各位網友如果入到嚟我頻道未訂閱我頻道咧，記住支持我訂閱我頻道啦。好啦，咁言歸正傳啦，講翻咧當其時咧佢呢個官方網站咧點樣形容成件事啦。咁你見得到啦，一揭落去嘅時間咧，佢一路都係首頁係冇特別嘅嘢㗎，係咪？咁你淨係知道咧喺2025年9月16號，即係我今日錄嘅時間咧，你會見得到佢哋嗰啲咁嘅資訊啦。咁呢啲資訊係佢哋拍戲殺科嘅時間咧，你見得到嗰啲花，咁呢個冇關係啦，唔係屬於戲裏邊嘅問題。咁最新嗰個資訊喺9月13號發出嘅咁一陣間再講。係啦，咁見到啦，跟住咧係最終回預告啦。咁因為我而家係第9集啊嘛，咁所以咧第10集就應該係最後尾嗰一集。而最有趣嘅地方咧，佢自己都已經講咗終幕呢個字啦，咁即係最後一幕啦咁樣。咁而佢中意留嘅字係乜嘢嘢咧？佢竟然驚愕之最終回即係會令到你咧完全想像唔到，完全想像唔到，係啦。咁呢一個部分咧，佢有啲有趣嘅情況嚟噶咁成件事裏邊咧，就令到人哋不停咁樣思考緊。咁所以有啲人就話：咦，會唔會其實咧阿青鬼即係菊池風磨咧，同阿櫻井翔夾埋做一出戲？因為咧嗰個最大嘅內鬼咧係喺即係所謂嘅叫警備，唔係叫警備，佢哋叫咩名啊？等我望一望先佢哋嗰個部分咧，應該就叫做警視廳裏邊嘅望住 mon 住晒成個所謂嘅叫做佔領電視台嘅呢一個情況。咁所以咧，佢哋咧要做一啲咧意想不到嘅事咧，嚟到咧進行咧呢一種叫做突破嘅工作咁樣。但係咧，你會發現得到櫻井翔咧點解會無啦啦合作嘅咧？咁喺呢集裏邊咧，其實你會覺得有啲好唔正常嘅狀態產生噶。咁其實都唔係今日噶啦，上2集都係噶啦。你見到櫻井翔咧，對於菊池風磨呢個角色咧，好似好信任咁噶，即係聽晒佢講點講都得噶。仲有點而咧喺今次嘅行動當中即係表現得比較蠢。爭啲咧炸死埋自己，咁所以我覺得咧有啲人喺度講咧，佢哋兩個夾埋咧，我覺得咧就無不可嘅。咁但係咧到底因咩事咧？而又未講緊咧之前加藤史青郎咧，阿波嘢睇到個 PM plan 嘅意思喎，個 PM plan 又係唔知做緊啲乜嘢嘢嘅喎，咁所以咧呢一度咧真係拗晒個頭。但係咧當中裏邊查案咧，櫻井翔咧應該係查到一個人嘅名稱，而呢個人嘅名稱咧，我暫時未睇翻前2季有冇呢類似嘅人嘅名稱，但係咧喺我哋今季裏邊咧就冇出現過㗎。咁所以呢一個部分又聯繫到啲乜嘢嘢咧？又係唔知道，所以你見我咧講到咧已經係碎濕濕㗎啦，都唔知道咧成件事係啲乜嘢嘢。咁我哋咧翻嚟第9集咧，大致上嗰個過程先，我盡量講俾大家聽啊。咁上一集咧就已經講到咧就係關乎於就要交換人質。咁交換咩人質咧？因為咧呢個山口大地咁作奸犯科啦，係咪？咁已經咧做好晒所有嘢噶啦。咁你見得到睇下先，係齊藤佐夫同咧，其實已經痛恨佢噶啦。咁因為咧佢要成就一啲嘢，波嘢要成就一啲嘢，咁所以咧就需要人質交換。你要放山口大地冇問題麻煩你攞高橋黑典嚟到換。咁呢度咧，我頭先應該有講過一下，就係上一集咧臨尾都有講過咧，佢哋要開一道房門，咁嗰道房門咧門口咧就係要有一啲生物辨識嘅技術，咁初時咧睇到嘅話咧就係要用手掌啊，咁所以咧最大機會咧就係要換佢入嚟開門噶，咁所以大部分人咧都應該估到高橋黑典咧都唔係泛泛之輩啦，咁呢一個部分咧佢開到道門喎。
但係有趣嘅地方咧，聰明嘅 YouTuber 咧，有啲人咧就話咗嗰道門好奇怪㗎，你會見到有2個鎖㗎，同一塊版面裏邊，咁所以咧佢哋認為咧係要2個人隻手先開到喎。咁我當其時睇完之後冇理到啦，咁啊跟住喺今集嘅第9集咧，佢終於講俾你聽啦。咁啊高橋克典咧就中咗槍啊嘛，頭先講過，咁啊基本上就應該要醫治嘅，咁啊佢就當然波嘢最叻咧就揾佢家姐幫手啦，因為佢家姐係醫生嚟嘅。所以咧，點解成日都要留住比加愛未咧？原因就係因為咧，佢負責咧去醫人啊。原來咁我而家開始明白點解每一季裏邊咧都要俾啲位啊，比加愛未留喺個現場裏邊。咁啊，今集咧絕對啊係要某個程度，我相信要幫阿波嘢去處理呢啲咁問題。咁但係當然啦，佢今集都即係唔係啊，係刮咗加藤清史郎一巴因為咧。佢殘酷到咧就係唔俾佢即時急救，喺好嚴重嘅情況之下，因為佢開咧生物特徵嘅時候又係生人，咁所以咧一定要趁佢咧未斷氣嘅時間咧，一定要開咗道門先。咁啊，加藤清史郎就乜都唔理，總之一定要去開咗道門先準。咁啊有趣地方咧就係嗰個咁嘅生物特徵嘅鎖咧。佢可以拍咗一個之後，等一段時間拍埋第2個喎。以安全情況下，應該可能30秒內。咁當然可能佢做戲嘅時候都係話俾你30秒內啦嚇。咁啊即刻請咗第2個人。咁啊剩翻邊幾個人咧？咁啊成個場裏邊冇乜幾多個噶啦，大家都估到啦。剩翻咧就應該係呢個演美啦嚇，剩翻真鍋野野花啦，同埋沖野聖羅3個嘅啫嘛，係咪？仲有4眼哥啦，係咪？就係頭先我想話俾你聽嘅呢一個灘見寬治，得翻佢嘅啫。咁要開，大家都知道應該未必係主持人士係咪？但係我話俾你聽，可能有 QK 即係所有污糟嘢使咩自己落手嘅啫，落得手嗰啲通常都唔係即係幕後大佬啦，我咁諗咁因為呢度係有少少可疑啊，稍後先再講。咁啊，第1集唔知講唔講到佢好啦，咁啊跟住然之後咧，竟然咧有個身影出現，咁我當其時都已經知道係邊個噶啦。咁啊，大家如果望一望嗰套戲咧，你都知道個身影咧就係由演美大志嚟到去開。咁即係話咧，一係咧。即係成個電視台嘅秘密咧，一係咧就屬於高橋克典啦，一係就屬於演美大志啦。咁但係咧，你會見得到咧，嗰個在場嘅情況之下咧，就一次過好似做記者招待會咁噶，坐晒3個人喺個場景上邊，亦都咧翻影翻咧轉頭咧就係演美同埋沖野聖羅咧傾過啲偈，就係話呢個嗰間房唔可以俾人知道，諸如此類。咁啊專登似乎聽落去咧就拉咗沖野聖羅入局嘅。咁我相信咧沖野聖羅咧都係受過演美大志嘅幫助或者唔好話演美大志先啦，因為大家當其時都估緊應該佢係關鍵人物啦嘛，係咪？咁啊跟住然之後咧就高橋克典咁警視廳佢就好似就係因為要掩沒自己啦，同埋要保障山口大地啊嘛，係咪？咁所以咧你會見得到成件事裏邊咧就有啲可疑啦。咁到底咩葫蘆賣咩藥咧？到底高橋克典係咪除咗淨係因為幫山口大地個老豆即係官房長官要隱瞞呢件事啊？咁演美大志同沖野聖羅又有冇特別嘅關係？定係反而沖野聖羅同埋高橋克典有關係咧？甚或再推高啲嘅就係山口大地嘅老豆官房長官係咪又係？咁同沖野聖羅又有咩關係咧？呢度喂大佬一集點講老友係咪？咁仲有真鍋野野花個身份又唔知㗎喎，已經俾人揭發咗咧。你即係有事冇事都走去喘氣喎，連嗰啲妖都知道對住佢唔好再扮嘢喎。跟住真鍋野野花咧怒啤佢喎，怒視。係啦，路是翻班妖，咁到底真鍋野野花又係唔係咁咧？嗱，我話俾你聽 ，YouTube 上邊又有人估緊坐晒喺度咧，佢哋覺得咧係古古怪怪嘅原因咧，因為每一次咧嘅遊戲都會關一個人事，坐晒就即係全3個都關事，咁樣講，咁代表啲乜嘢咧？唔知咁但係咧你會發現得到咧，最後尾咧武藏裕子即係俾加愛未咧，出翻佢張相先，如果唔係大家又唔知我講乜噶啦，因為好似我咁都唔熟日本演員嘅，有機會係咪？俾加愛未咧，其實咧就真係最後尾想搶救咧本莊幸嘅阿叔即係
阿龍內公美所飾演嘅角色咧，想救翻阿高橋克典咧，竟然救唔翻。咁啊呢個時間其實佢哋裏邊咧嗰3個咧被審緊嗰3個咧，其實係未知道呢件事㗎。咁啊沖野聖羅咧好緊張。因為俾阿四眼哥哥主持咧逼得好緊，咁啊唔知點解咧咁樣咁緊張係咪先？咁啊但係咧佢哋開始咧就同阿演美咧就傾，不如講出嚟啦。咁啊演美3番4次就阻止阿沖野聖羅講，咁啊沖野聖羅終於咧就講咗嗰個人出嚟啦。快女師係邊個啊？哇！竟然話俾你聽係高橋克典咁樣樣，咁啊成件事斷咗嗰個咯，睇落係嘛？唔係咯。因為有網友話唔係咯，唔止係咁樣咯，咁樣樣。咁啊上一集裏邊咧，你會聽得到咧，我又要講翻轉頭先啊，因為成件事去到呢度咧，已經係無頭公案啦嘛，係咪？咁啊跟住然之後咧，我又講翻咯，呢頭咧就講緊佢哋之間裏邊電視台發生緊啲咩啦？咁我要講翻交換人質先得㗎。交換人質嘅時候咧，因為當其時我上一集都講過啦，原本咧就係阿櫻井翔咧就要護送阿高橋克典入翻電視台交換人質。當然阿波野唔準佢啦，係咪？咁啊波野唔準嘅話咧，就指定要阿龍內公美本莊幸去負責。咁啊因為佢哋係兩叔侄嘅關係啊。咁啊！佢認為咧，阿本莊幸當其時咧就好崇拜高橋克典，所以要佢押入去嘅話咧，都唔會有啲乜嘢嘅大問題咁樣樣啊！嗱，其實咧當其時我覺得奇怪㗎啦，已經咁啊奇怪啫，我冇任何證據，純粹睇懸疑片嘅直覺如果唔係嘅話咧，好難㗎喎，其實係咪？咁啊，但係呢一頭話咧，本莊幸因為咧阿龍內公美就係成個行動嘅叫主任啊嘛，即係指揮官啊嘛。咁啊，突然之間阿和泉出現咗啦嘛，咁啊和泉就叫阿本莊幸啊，即係佢咧好好咁做翻前線，咁啊帶高橋克典入去。咁啊，但係呢此時說時遲那時快咧，阿櫻井翔咧又話俾阿和泉知咧就要突破。要揾人進入去，咁啊呢個部分咧有啲 QK 嘅，因為連阿波野都預算得到。咁啊櫻井翔咧可能呢一度有時空交替到，咁啊但係咧佢直接嘅表示部分咧就係會去到呢一個階段嘅時候，當部署嘅時候咧突然收到通知，阿菊池風磨要見佢，阿青鬼要見佢，咁啊跟住然之後講咗俾佢聽，你要帶我入去，因為我知道佢哋點樣做。亦都俾咗條好橋你，送份禮物俾你，咁你應該要跟我咁做。嗱，又嚟啦！明明五花大綁喺嗰個總部裏邊噶，所有行動咧佢都可以同阿櫻井翔咧扣下手扣咁行動自如噶啦，好奇怪噶！你完全想象唔到原因，係咪喺救傷車裏邊嗰陣時候佢哋有一定嘅交談內容，我哋係未知嘅咧？而最後尾嘅情況又係點呢？未有人知道啊！咁我咧就會相信呢，就係櫻井翔同阿菊池風磨夾埋嘅。但係當睇戲嗰刻，我係未有咁樣諗法㗎嚇。我淨係覺得咧，菊池風磨可能又嚟多一次呢，就其實有個計劃。咁啊，因為點解呢？我一陣再講。好啦，咁啊，佢哋咧就竟然咧就用咗好多特殊嘅方法啦，跟住然之後佢又要直播啊嘛，佢諗咗好多計仔啊，你要睇你先知道做緊啲乜嘢嘢。咁啊，跟住然之後咧，阿波野竟然最後尾提出嘅要求咧，就叫櫻井翔咧查一查，剩翻嗰3位仁兄一時之間好似做記者招待會咁樣樣嚇，佢哋嘅所謂嘅罪行啦咁樣樣。咁啊，明明啊，演美大志當年咧就係阿櫻井翔同埋比嘉愛未啊嘅即係好朋友啦，結婚又有佢份，又要搞活動嗰啲人嚟嘅喎，咁點解而家搞到咁大鑊咧？咁所以我咧就情願唔相信佢係一啲咩幕後嘅傀儡人啊、黑手咁樣樣嚇。咁啊，但係你會頭先都見得到啦。咁啊，沖野聖羅咧就將所有嘢都推晒落去高橋克典度噶嘛。咁點解無啦啦啲人又會諗起個傀儡人？唔係佢而係其他人咧，我真係諗唔明啊！咁所以可能我 miss 咗啲 point 嘅。咁如果有啲咩位置我冇留意到咧，網友叫佢提醒一下我。但係總之我覺得咧都好奇怪啊，成件事係咪？咁啊，亦都有人開始相信咧，傀儡人唔止一個喎，因為咧最後尾嗰句説話咧就係阿波野加藤清史郎咧對住個鏡頭講嚇，我嘅目標係鏡頭面前嘅人。咁呢句説話咧，可以講到係每一個人嘅，因為睇緊電視嘅每一個人都得嘅。咁但係咧，因乜事會咁咧？咁
咁傀儡人係咪就係咁揭切完之後嘅針對嘅嘢就係我哋又用唔到傀儡人嘅？我哋又唔係嗰啲咩政界啊、商界啊重要嘅人物，咁點解又係對住我咧？咁所以有啲人咧都會認為咧，佢係對住緊警視廳裏邊一啲重要嘅人，甚至乎係政府裏邊嘅高層。咁所以咧個 PM 咧就好似我之前講緊咧，就簡單嘅英文縮寫嚟嘅啫。咁啊，即管喺最後尾嗰集咧，先講俾大家聽發生緊啲咩事啦。好啦，咁啊成件事裏邊，頭先點解我會話鷹井翔呢一個舉動可疑咧？就係因為入到去電視台嘅時候，菊池風磨好似知道晒所有啲特別嘅位置，甚至乎鷹井翔咧有意無意咧爭啲咧就陷入咗佢哋切入嘅陷阱裏邊。菊池風磨咧直情好似咧，即係捉住啲僆仔咁樣話俾佢聽，喂，咁唔小心啊，咁噶喎。咁啊，鷹井翔如果次次都咁唔小心，有幾多條命去面對呢啲咁嘅問題咧？我話唔係好明啦。咁所以唯一一個解釋就係佢哋兩個咧喺度做緊戲。喺嗰個所謂嘅叫耳機啦，或者個叫無線電裏邊咧發送緊一啲錯誤信息。咁啊呢一種咁嘅情況已經做過唔止一次噶啦。咁啊今集裏邊咧佢哋發送嘅資訊咧，亦都係我哋咧就扮喺 A 位攻擊，但係其實我哋喺 B 位突破咁樣嘅嚇。咁啊呢一個部分咧佢哋時常都出現，所以我估佢哋夾埋都唔頂嚇。但係仲有啲舉動係估唔到㗎嚇。OK。好啦，咁啊，跟住然之後咧，佢哋咧就走去啦，知道要查3個人啦。咁啊，最快查嘅話咧，鷹井翔就首先想查阿染尾大治先㗎，就並不是咧，因為喺電視台裏邊唔係查真窩夜夜花咧，就只可以查到染尾大治嘅啫。咁啊，因為阿沖野聖羅本身嚟講係屬於都知事嘅後部啊嘛，咁而家外邊先揾到資料啊，估計。另外咧嗰個用解鎖嗰個房間咧，就係將所有嘅秘密嘅地方，即係佢哋點樣將一啲要篡改嘅事件咧，就放晒落去做資料搜集嘅地方。咁呢個地方咧好整齊嘅喎，佢哋咧就相信唔會係得一個人可以入到去。咁你問我你問我高橋克典，明明警視廳警備部長次次都走入去電視台，就入去嗰個密室，有點疑怪啦，係咪？首先，咁啊第二個部分咧就一定係高層啦，係咪？咁喺高層裏邊最高而家剩翻嘅唔係阿福澤朗所飾演嘅，就係阿戶次重幸所飾演嘅染尾大治或者係灘見寬治先有咁嘅能力去觸及某些建築物嘅內部啦，係嘛？如果唔係好難解釋噶喎，係咪先？咁啲資料又咁重要，唔可以俾普通人洩漏噶嘛？咁啊呢一個咧就好奇怪啦。咁所以咧佢哋咧就會覺得咧唔止一個，尤其是電視台都唔止一個人去負責呢一樣嘢。咁所以先至會列到咧有咁多個人一次過咧就審問咁講。咁啊但係咧，仍然都係解釋唔通啊！佢一定要有啲新角色加入去先至能夠改善得到啊！我估咁啊啲老土橋段咧就好驚咧嚇最後尾咧都係菊池風磨嘅問題嚟噶嚇，因為咧只要話睇落去啊，只要菊池風磨一日咧仲仍然喺呢個世界咧，似乎咧呢啲 Season 1、Season 2、Season 3或者 Season 100啦。100咧都係可以重新就策劃㗎，因為佢唔係簡單地報以個人仇恨㗎，佢好似睇個世界唔順眼而為咗整頓而作出一啲宣示。不過佢咧就自命高傲嚇，佢咧嘅所高舉嘅口號咧，或者係要唔傷人。但係又要得到效果，咁講嘅啫嚇。咁事實上喺有意無意都傷咗人啦，大家都明白啦。咁所以呢一個部分咧，我又會睇到阿波野嘅為人咧。如果淨係因為女朋友嘅問題而引致到佢要承擔咁多嘢，又或者係佢好朋友淪入到有問題，而要整到成個嘢和晒，甚至乎若果根據菊池風磨所講嘅，就係波野要炸咗電視台，要好多人跟佢一齊賠。大家明啦嚇，我費事一間黃標係嘛？我未有機會黃標住，大家請讓我黃標 OK， 未有咁嘅機會住因為咧應該係要去到過咗1000人經過咗某些嘢嘅時候先會產生㗎嘛，應該即係我孤陋寡聞啊如果某些網友有做開 YouTube 願聞其詳。
係啦，咁啊呢一個咧就比較奇怪一啲，咁所以咧整件事上邊嚟講，我覺得好懸疑噶吓。咁啊去到呢一個階段嚟講咧，我大致上嗰個結構咧都已經講晒噶啦。咁啊下一集咧就似乎咧就埋尾啦，所謂頭先驚愕嘅結局啦。咁啊最麻煩嗰部分咧就我諗緊因為最後尾嗰一個鏡頭咧，就係當阿鷹井翔揾到啲資料嘅時間，佢話哦原來如此，我咪講過有一個人名出咗嚟噶，嗰人名喺第一季同第二季應該暫時我未查過，唔知有冇關係，第三季應該冇，暫時冇呢個人，所以應該呢個人係整件事可能發掘到出嚟或者挖掘到出嚟嘅一啲重要線索。咁啊正揾到呢個咧時間咧，你會見得到我哋一張圖啦，右上角菊池風磨咧就拿住個戒刀，然後懟住阿鷹井翔叫佢到此為止。咁啊明明鎖住佢噶，咁點解會得咧？咁我又要影一影啊最厲害嘅菊池風磨啦，佢係開鎖專家啦，咁啊連手扣都開埋，咁跟住然之後就挾持住鷹井翔。咁啊有啲網友就話呢一場係戲啦，係咪？咁我咧就當其時會咁樣諗，佢其實可能同阿波野係有關係嘅，佢同阿波野有關係嘅，而波野最重要嘅部分係有真係自己嘅仇恨，咁而個計劃上邊佢都認同。但係佢未必會想成就呢件事，或許，因為我之前講過，通常啲狂人咧係有啲訴求噶嘛，係咪？咁啊似輕軌多過似佢，咁所以咧佢哋咧就最先咧就係因為要阿菊池風磨咧比較有自由身去做某些嘢，我感覺上係咁。咁跟住所以咧佢就要使一個咧佢嘅後繼人波野嚟到執行佢嘅任務。分散所有人嘅視線，等菊池風磨咧可以做到佢自己嘅嘢。但係最離譜嘅就係諗唔到菊池風磨有乜嘢特別嘅原因咯，係咪？呢個係諗唔到噶。咁所以咧，呢個第10集有機會係加載落去都唔定。但係而家點都好啦，我係諗唔通佢係點解會有咁嘅情況發生。咁啊，即管咧睇下咧最後尾嘅第10集咧係咪真係所謂嘅叫做，如果嗱，譬如我俾翻第9睇先，第9集。我其實都有諗過咧，阿和泉咧係咪有啲古怪嘅？呢度咧真係有啲奇怪嚇。你見到嗱，我都話啦，重裝備綁住佢，但係咧佢哋兩個合作咧，竟然咧可以自由咁樣走嚟走去嘅喎。你係完全諗唔到點解會咁？你睇下佢走嚟走去好精乖嘅喎嚇，完全係諗唔到原因㗎。咁所以我先至會覺得咧有啲奇怪。咁啊，到底咧所謂驚愕嘅結局係點樣咧？呢度啊寫住驚愕嘅結局咧係點樣咧？咁我真係好想咧睇一睇咧嚇，最後尾個結論咧會係點樣啦？驚愕啊！你呢度冇睇到啊？唔緊要，驚愕的最終。咁啊，事實上如果網友睇得到啲乜嘢嘅，不妨喺下邊留言啦。好啦，咁啊，今集嘅時間先去到呢度啦。我呼籲之前已經呼籲咗啦，咁所以咧，我今日咧就可以咧慳翻口氣啦。咁啊，佔領電視台第9集咧就到呢度為止啦。咁啊，第10集咧就應該今個星期尾啦嚇，就會應該睇得到噶啦。咁應該要下個星期先可以咧將呢個大結局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所以如果對於有興趣睇佔領電視台嘅網友咧，記住密切留意我嘅當季日劇集集追，睇完吹吹水啦。好啦，咁啊，今集嘅時間去到呢度啦，下次先再同大家繼續分享我嘅喜悅啦。好啦。咁啊，今集去到呢度係咁先，拜拜。